在所有人都想要逃走的时候，台湾朋友到场亲自来现场救灾。让我们最感动的是这个温情。日台友谊 ，always here。当年来自台湾的捐款超过250亿日元，2300万人口的台湾，竟然摸到这么多的善款，这是感动了全力的。不过这一次依旧采取朋友的话，拿到捐款当然很感谢，但更重要的是，在所有人都想要逃走的时候，台湾朋友到场亲自来现场救灾。让我们最感动的是这个温情。日本也往往在台湾受到打击的时候，主动关怀台湾。相信大家都还记得3年前的花莲震灾，安倍前首相亲笔写下4个字：台湾加油。这个举动感动了无数的台湾人民。当有国家不合理的抵制台湾水果的时候，日本民众马上涌进超市，用日币把这些台湾水果下架。这些暖心的动作，都让台湾人民深深的记在心中。赞。